浪漫獅子頭分享童年自我提升、光明磊落、內心勇氣嘅意念、成長記憶。1974年至1977年，童年期我是有喜歡跑大廈樓梯嘅習慣。我發現這習慣是會提升內心精神能量、光明磊落嘅意念自我提升法。分享童年期獅子頭在灣仔道利昌大廈生活嘅經歷，大約喺1974年至1977年。70年代，由於資訊不發達，當年只知道利昌大廈前身就是香港殯儀館，其他就不知道。童年期嘅獅子頭就察覺到有一些用科學角度解釋唔到嘅奇怪事情，但獅子頭從來不去說嘅。當年嘅獅子頭有一個奇怪嘅習慣，出門總不坐電梯，回家才會坐電梯。他喜歡跑樓梯，練膽練腿。童年嘅獅子頭就察覺到有一股負面意念嘅力量在大廈樓梯嘅周邊不斷增強，越來越強大。童年嘅獅子頭就發現必須用內心光明磊落嘅意念及勇氣，才能跑到基層管理處，因為大廈嘅樓梯太多阿飄啦。浪漫獅子頭童年嘅成長期就是用這個方式不斷自我提升光明磊落嘅意念及內心為民除害、行俠仗義嘅勇氣。